先练2011，然后142这两首就好了。好，有需要特别的那个吗？注意的吗？也没有，可能就是照平常这样子。这样说。然后会请他们练，唱一唱，练这样子。好，就这两首就好了。就这两首就好了。好，谢谢。那我们开始了哈，直接开始了哈。兄弟大家平安。平安。今仔日圣诗吼，请先为圣诗第201首，201首，上主做我记号录写。Oh
甲4十二首，伊若是讲所笑为咱声听收听，咱弹一下。各位兄弟平安。即条咱备办心来做今日种主日崇拜，请别倒走角。
遮咱也真毋甘的心情吼，咱知影咱伫顶礼拜四，咱的受惠者敬爱受惠者受主恩调。我想咱即摆用一点仔时间，请咱起立静默了，请牧师带咱来祈祷。请咱起立静默。赐阮性命，佮带领阮一生路程的主上帝，阮心中充满毋甘，因为阮教会阮所敬听的受惠者已经离开阮。主啊，阮有悲伤，阮也真毋甘，但是相时，阮也想念着受惠者的遗族，因的心情一定是比阮搁较悲伤，搁较毋甘，甚至也有可能一时无办法接受。但是主啊，恳求主你的圣神帮助阮。因为阮心中，阮深知你是阮性命的救主，阮的灵魂是掌管伫你的手中。阮也相信你已经接纳受惠者的灵魂到伫你遐，伫你遐是无悲痛、无悲伤。无惊吓，也拢无操烦。但是主啊，伫即个时刻，愿恳求主你的圣神赐落安慰伫阮的中间，刺激阮有形无形的目屎，你也充满阮破碎的心，也帮助阮，互阮伫即个时刻，阮互相扶持，尤其是爱帮助着阮中间阮的兄弟，互伊会当伫即个时刻。知影，毋是孤单去面对，是有兄弟姊妹大家做伙来扶持、来照顾伊。主啊，求主你也帮助阮，伫未来即几工备办丧葬的事的时阵，你也帮助阮，会传教者，阮的忠职，拢会当超找你的旨意，所做一切，也是照你所教示阮的道理来行。互阮伫即段期间，阮所做的一切，不只是安慰，才会为足，阮相时也是向四周围的人来见证，就是见证着事实袂当夺去阮心中的欢喜甲平安。阮欢喜平安，因为阮知阮性命的主宰就是主你上帝。阮也知影，阮人生的路，阮是为主你来活每一日。所以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也帮助着济南乡，帮助着所有受惠者的遗族，互因心中虽然有伤心，
有毋甘，但是拢确信着凡事拢有主你迄带领，凡事拢有对你来的帮助。愿恳求主你的圣神伫即个时刻大大做工，充满伫阮的中间，互阮得到气力，得到勇气，也得到无限的愿望。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即条宣调，主啊，我要伫万百姓中间感谢你，伫列邦的中间唱歌学乐你，因为你的慈爱大到伫天，你的诚实到穹苍。上帝啊，愿你权大搬过遮个天，愿你的阳光搬过全地。即条咱要来唱圣诗，圣诗第201首，圣诗201首。上主做我至好牧者，我无欠缺一件。青翠草坡，互我徛起，带到安静水边，请咱起立吟全首。风初吹过之后，我家我无欠缺一个，青翠草坡，互我徛起，带到安静水边。我的魂正扬起我，带我行的我虽经过心酸苦，免惊切不用我。有会有免惊灾害，因为我做工作对你的国修不平，应快安慰不轻。面前百姓下，我风高扬的我高高，愿有来我的陪我。恩主给天发归我，紧紧却不说，我没眼光，快乐中的主兄弟主。咱咧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来个别咱的信仰。第圣诗头前第15页，显着咱三角来念。阮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类的独一真神，伊是历史甲世界的主，施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是罪人。做咱的兄弟，就是属你救主耶稣基督，对伊的受苦顶十字架死，搁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搁好。伊的神就是圣神，点伫咱中间，赏赐开力，互
互咱伫万百姓中做见证，直到主过来。阮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阮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普世个定根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真侪望的记号，阮信人对上帝恩典来悔改，罪得赦免，用虔诚仁爱献身的生活上帝。阮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甲乡土，伫伊的创造有责任甲三性。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做误用这的温素，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着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透放，受压者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正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正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欢喜。阿门。请坐。接咱要来启用圣诗的后壁面，启用文第61。启用文第61，第1111页。启用文第61，显着咱三角来启用。因这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基督促进咱的和平。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例。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对立。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互人，互所有的人。通过基督，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甲上帝子民平平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结合。这是请咱三角额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主你圣的主日，你阁引带阮众兄弟平安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你。耶和华是阮的光，是阮的拯救，也是阮活命的气力。耶和华也是阮的产业，甲阮杯中的分野。阮所应着伊，你甲阮固守。所让阮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要熬好迄个教示阮的耶和华。每时，阮的心肠也要指点我。阮常常也要敬奉伫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你伫阮正边，我就无讹错。因为安尼，阮的心欢喜。阮的灵快乐，阮的肉身也要俨然徛起。你也要将活命的路指示阮，伫你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也要有永远的快乐。伫遮，阮也少念阮敬听的受惠者，伊伫世间徛起87年久，你受伊活命费息，甲伊逐工所欠用的恩典，阮伫遮。也真毋甘
主你安然接入对天家，主你甲阮讲，主伫主内死个人，伊也刷了伊个条膜，呾有一件对呾以后有更好个功效，对着伊也要见证伫主凡所认捌，你伫伊心中足侪个奇妙甲见证。阮也为着求主你对天来的安慰来安慰伊个族，互因过来要真个顺遂，随事的过程有主你的灵的引带，遮拢会当平平安安、顺顺利利。遮阮也为着阮的兄弟当中，检查有辛苦病痛，心灵有讲袂出的吐气，心正有亚烂的，求主你的灵搁一遍来徛起。你也甲因讲，勇健的人也会破病，稳重人也会跋倒，软正的你也赐伊气力。求主你伫遮搁变互阮恢复的灵来敬拜你，互相伫即个家来成做一个真好的团契。阮也要为着今仔日的讲台，求主你透过牧师的喙，听讲出你律法中的奥妙，互阮搁一遍深深认捌主你。因阮你的话一开帖，就要发出光，要互戆人通达。阮也要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里，并搁一遍来得罪主你。阮也有少年阮济兄弟无伫阮当中，求主你纪念，无论啥物阻挡，无论啥物影响，甲阮拢有讲会当伫你面前，求主你赐福。既然来到你教会，共款拢会当平平安安、稳定对阮到一世人。阮将阮今仔日后今年新的开始，阮教会有新的活动，有庆生会甲一寡个行动要做的事，求主你也眷顾，会当平平安安。想事伫遮为着食面走总的兄弟，求主你赐伊稳定甲能力，互阮伫即个过程当中，佫会当协调，伫团契的生活，佫会当感受主你的稳定甲慈爱。阮只献上阮的祈祷甲恳求，拢是要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尊名来求，阿门。一碟赞美，咱请圣乐队。感谢圣歌队带咱来敬拜上帝。
即条咱要来看圣经，要看出埃及记第25章第1节到22节，现着我来读。伫和合本98页，汉语本85页，现代译本伫100页。出埃及记第25章第1节读到22节。出埃及第25章第1节，耶和华甲摩西讲：你甲以色列人讲，着献礼物互我，既若心所甘愿的，恁通甲伊收来做礼物互我。所着收的礼物就是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的色料、釉地、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做结茶、点灯的油、芳芳的品料，通过膏油来抹，也做芳香、红玛瑙甲别样的宝石、通香、以弗得甲宝冠，着照甲我起圣的所在，互我通点伫因中间，照我一切所指示你的，就是会幕的款式，甲内中器具款式，着照安尼来做。因着用做甲茶做一个柜，长2丈半，宽半丈，悬丈半。你着用好金包，内外拢着包，四围着刺金线。你着甲伊手4个金环，安伫伊的4骹，即边2环，迄边2环，用做结茶做2支杠，用金包衣，搁将杠串伫规边的环内，通用杠规。遮个杠着常常伫规个环内，毋通抽出来。着用我所想述你的律法下伫柜内，着用好金做4温锁，长2丈半，宽丈半。着用金做2个基路兵，用拍的法做衣。伫4温锁的上头，一头做一个基路兵，迄头做一个基路兵。上头的基路兵甲4温锁着规地做3连，2个基路兵着悬悬展开切，用因的一只4温锁，因着面对因的面着3对，基路兵的面着按4温锁，着将4温锁安伫柜顶，搁将我所要想述你的律法下伫柜内。我要伫遐甲你聚会，搁要对4温锁顶，就是对法柜顶2个基路兵的中间，甲你讲我所要吩咐你传互以色列人的一切的事。咱圣经读到遮，这是咱要请牧师来正道。题目是来到上帝面前，这是咱要恭请牧师。那牧师讲到圣经经文若选着旧约头前的5本迄书会通常拢会心中就会真会小可惊啦因为通常内底有真侪是即个旧约的律法规定有真侪用的字有真侪是咱即马汉字迄用的字但是全本圣经。咱个别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话，毋是讲我爱读，也是好读的，较是上帝启示的话；歹读的，也是我较罕得读的，就毋是上帝的话。咱规本拢是爱读当然，咱礼拜中间有时阵，咱会将一寡较细节的部分的经文，咱袂去伫礼拜中念，但是万咱大家读圣经嘛，莫挑食啦咱就是规本经文拢爱读伫今仔日圣经信息分享的大先，咱先做伙头来祈祷。
赐阮宝贵的话的主上帝，阮较慕你的话，因为阮常常伫生活中间，阮是毋知影要安怎行。有时阵，阮拄着大的事，互阮感觉恶担当，阮也较慕你的话，诚做阮的气力，诚对阮的智慧。主啊，所以阮恳求你的圣神充满伫阮的中间，帮助阮，互阮会当对伫你的话，无论是讲的也是听的，拢会当平平，你着利益，你着造就。阮将以下圣经信息分享的时间，拢交托互主你圣神来引带。阮的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所以弟兄兄弟，咱读着旧约，才会较学伫了解，会才会旧约有关律法条文的经文的时阵，咱拢爱一遍搁一遍来提醒咱家己，就是规本旧约圣经是见证上帝怎样来伊的百姓。以色列百姓来显现，互以色列百姓会当听见上帝的话，并且会当甲上帝做伙行过历史。上帝也透过以色列百姓，成做咱学习的，咱基督徒也会当对伫圣经记载的人甲上帝三拄的中间。咱拢会当亲像2000多年前、2、3千年前的以色列百姓同款，听见着上帝也对咱讲话。今仔日咱所读的出埃及记25章，其实你若斟酌来读，就知影对伫24章的最后，咱读到这是第5遍。上帝互摩西甲伊来三拄，伫西奈山来三拄。各位兄弟，咱今日所读出埃及记25章，就是记载上帝伫西奈山向摩西来显现的时阵。所讲的话，即章的中间其实会当分做3个信仰的主题。第一段讲到，就是上帝接纳心甘乐意的奉献，爱心甘乐意。第二个重点呢，第二个主题就是上帝要甲咱亲近，是上帝要甲咱亲近。伊是真主动要甲咱亲近。第三，就是上帝爱咱，会当伫地上经历着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所以咱每主日有敬拜，所以咱奉伊的名来建立教会，这就是爱咱会当。担着即个伫地里，亲像伫天里的快乐、的平安欢喜。所以可能有人讲耶牧师较保守，有人讲耶牧师就先爱大家自我感觉良好。但是你爱想，咱伫厝内底，咱拢自由地活，咱甲咱家己的厝内底。有啥物事就呛出来啊，对无？袂爽就讲啊。但是咱爱想，圣经教咱天堂是怎样？天堂是怎样？所以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所以耶稣师讲，打出世人院无几冬，差不多5、6冬，就经验到做礼拜煞，
会友伫遐冤家，礼拜当场伫遐呛起来，哦，迄对迄当阵，迄是真大的刺激，不只是刺激，是真伤心的。因为神学院甲礼拜学，神学院甲礼拜学，礼拜的意义的其中一项，就是爱咱经验着伫天、伫地里，亲像伫天里。啊，你敢仰望伫天堂，地上弯几若10冬啊，去天顶继续弯。哦，咱绝对无仰望啦，吼，对无？咱无人安尼仰望啦，咱拢仰望讲，哦，亲像圣经记载伫天堂，大家开喙拢是阿拉上帝。这只是风景图啦，吼。但是我想吼，咱若爱爬山的吼，毋知敢有即种感受，去野外。然后你看到真水的风景，你敢有即款经验？你会感觉讲吼，那天堂是安尼哦，有在偌好哦。天堂若真像安尼，毋知偌好。所以咱大声来看，出埃及记25章第1节到第8节，记载起造上帝的圣所，上帝的圣所。就是会幕会当牵线的，约柜会当跟对伫以色列百姓牵线，会当跟对迄行的，以及其他的敬拜的器具，所需要的贵重的材料的表，材料清单啦。这材料，咱看到大大书画，安尼一字一字念，一行一行念，咱知影拢是真贵重的、真贵重的材料。然后上帝爱摩西甲以色列百姓讲：你甲以色列人讲，着献礼物互我，既若心所甘愿的。恁通甲伊收来做礼物互我。可能有人会问：啊，上帝全能，上帝掌管一切，掌管一切哪有欠缺？安尼，上帝哪会阁需要对人来提供材料，来起造上帝要临在的圣所？毋知影咱敢有过去，还是即马敢有即个问题？啊，上帝掌管一切啊，上帝无欠啊，啊，上帝欠啥物？啊，咱哪会吼？佮要求咱？来听这，对伫25章第1节就清楚甲咱讲，上帝要看的是咱的态度，既若心所甘愿的。恁通甲伊收来做礼物互我。第2节安尼讲，甚至使徒保罗对伫初代教会，敢毋是也共款安尼讲？哥林多后书9章第7节，伊也安尼讲：恁各人。对着本身所定着的，莫为难，莫勉强，因为心甘乐意所管的人，是上帝所欢喜的。心甘乐意，上帝看的是咱的态度啦。咱过年要到啊，2月中就过年，咱知影即马。咱的长辈，咱的士大人，吼，即个8、9、10岁即辈，足济咧，拢是有工作退休，然后因退休的年代，其实台湾已经建立真好的退休制度，哦，甚至因退休前，就算是正常人嘛，已经有农保、劳保啊。
会当讲，即马咱的长辈其实若搁伫世间的生活，其实拢 OK 啊。但是咧，咱过年过节，敢会讲伊有退休金啦，咱包红包要创啥？咱若安尼讲会互咱四周的人讲这不好，对无？我是大人，是公务人员退休啦，伊退休金真好啦。你若安尼讲，你讲安尼我过年无爱包，保证你互人讲不好，保证你互人讲一个毋捌世事。因为过年过节，咱囝儿对伫年长的父母，咱淡薄仔心意。毋是因为咱的士大人物质欠缺，是即款行动是囝儿是施舍，用行动来表达感恩，看的是心意啦。所以对伫咱基督徒，会当奉献伫上帝交代的事顶面。为什么？因为咱知影，咱所有的一切是上帝所授予，所以咱表达心意，用咱心甘乐意、心所甘愿的行动来表达。尤其是以色列百姓，因搁较体验到，因为出埃及记3章清楚有点出。就是出埃及的时阵，以色列百姓是怎样来得到因所有的财产？因本来做奴隶对无？无财产，但是为什么因出埃及的时阵，煞拢有教爷的财产？原来是上帝降十个灾厄啦，对无？所以埃及法老甲埃及人。拢伫遐讲恁紧走，恁紧走，你啥物要求我拢答应。所以上帝指示以色列百姓，尤其是遮的妇女，去甲厝边头尾的埃及人讲：我要走所以埃及人就将因的一寡有价值的物件送互以色列百姓。互因紧走，互因紧走。所以以色列百姓，当因来到伫西奈山的山骹，然后摩西去西奈山领受上帝的命令。上帝知影以色列百姓一定感受会到，因所有的一切，拢是上帝所授予。这是出埃及记3章第1节到第2节，就讲到，上帝用10个灾厄，互埃及人伫遐仰望以色列百姓，紧离开，所以伊就命令以色列的妇女，甲因的厝边遮的埃及人，来摕到遮的物件。所以咱知影，出埃及记25章的第一段第一个重点，心甘乐意的重要。上帝看伊是咱的态度啦。所以基督徒讲到奉献，应该咱爱强调就是一款生命的态度，咱生活的态度，咱用啥物态度去生活？咱用啥物态度去看待咱所有的一切？第一就是咱爱知影，咱所有的一切，拢是对上帝的恩典来的。第二就是咱用感恩的行动来回应上帝这款的疼。过来就是，既然咱知影这一切拢上帝所授予，咱阁是上帝所疼的囝儿查某囝，
所以咱活出即款感恩的态度、慷慨的生活方式，咱无过是干那关心着家己，咱搁用信心来看到别人的需要，然后活靠信心来付出行动。所以真好，就是咱顶礼拜是传道奉献主日，国内外传道奉献主日。咱教会实际上，咱教会伫七星中会，咱大台北地区的七星中会内底，咱是算做世间的教会的前5名。不过，咱对伫国内外的传道事工，咱犹原愿意奉献。其实这就是互咱，不只是互咱家己得到激励，咱也互咱主内兄弟姊妹、其他的教会集体知影，咱西湖教会，咱世间还世间，但是咱了解到上帝的教示。咱也努力用行动来活出上帝的命令。咱有基督徒生活的态度活出来。出埃及记25章第2个，其实也相关的。咱既然为什么咱会当活出信仰的态度？因为咱有甲上帝亲近的经验，这就是为什么一遍一遍若读到出埃及记，耶稣师拢会想到神学院时代的其中一个贵学教授谢秀雄牧师所讲的：咱认捌圣经，对出埃及记来做开始读，因为体验到上帝的救恩疼痛。安尼，咱看所有的代志，咱就看有着上帝伫咱的生命中间，甲上帝亲近的经验。所以出埃及记25章第8节记载上帝命令，命令讲：你着为我起造圣所，互阮通踮伫因的中间。当然，上帝无所不在，但是上帝甲咱亲近，也爱咱，知影伊甲咱亲近，甲咱亲近是事实，但是咱敢拢知影，也是常常得到提醒，上帝甲咱亲近。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开车，车后壁有一个鱼的马库。其实就是提醒嘛，我是基督徒，我有上帝甲我做伙伫地。我是基督徒，我爱活出有上帝做伙伫地的模样。所以开车就爱较细致，开车规矩就爱较好。若无人看到讲基督徒哪会乱开车？吼、所以若想开车技术歹的，亲像叶牧师拢毋敢囥迄个鱼。有时阵毋是咱故意，但是咱就开车技术歹，无小心就挖一个就插着别人的方向，要行的方向，哇！后壁就会扒，所以想着讲，若安尼吼，安尼爱先对家己检讨起，好好开车，开车技术爱进步，但是上帝甲咱亲近，这是事实，但是上帝也爱咱，时时刻刻。得到提醒，伊甲咱同在，也爱咱时时刻刻用这款有上帝同在来活出咱的生活。所以，上帝通过圣所来显现出伊甲百姓同在。伫新约圣经福音书，咱也知影，但是以色列百姓。常常袂记了这个事实，袂记了上帝甲因做伙同在，直到背逆上帝，一遍一遍背逆。所以上帝
就道成肉体，成做圣囝耶稣来到世间，佮用定死十字架的行动来成全救赎，佮使咱圣神踮伫咱中间，踮伫咱内面，甲咱同在。这就是使徒保罗伫哥林多前书3章16节、17节所讲的：恁敢毋知影恁是上帝的殿，上帝的神踮伫恁内面，上帝的圣神踮伫咱内面，上帝时刻甲咱同在，上帝时刻甲咱同在，上帝的圣神。伫所有信伊的人的内面，信伊的人的心中，所以圣神互咱有信心仰望，圣神也帮助咱，哪来哪有疼的动力。所以希伯来书13章第5节到第6节，就引用旧约的话，安尼甲咱讲，上帝的同在是伊已经应允咱的，因为上帝亲自讲过，我决断袂放杀你，所以咱会当大胆来讲，主是我的帮站，我决断毋惊，人会当甲我怎样呢？上帝甲咱同在，上帝也爱咱，时时刻刻知影伊甲咱同在。所以咧，咱既然有上帝的同在，上帝圣神伫咱的内面，其实伫完美的状况下面，咱爱伫天、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无论咱伫倒位。逐时逐刻啊，但是咧，上帝知影咱的软弱，上帝知影咱的软弱，所以咧，上帝互咱用伊的名来起造教会，佮每一个主日，咱做伙组织敬拜。教会礼拜的意义之一。就是咱基督徒会当伫教会聚会礼拜的中间，咱体会到上帝的国度。这就亲像上帝将真详细来指示摩西，要怎样去做会幕，迄真正真详细，要安怎用，拢讲啊真详细。约柜会幕，然后器具，拢写足详细。然后甲摩西讲，拢爱照我所指示你，拢爱照我所指示你的模样。这是为虾米？因为上帝要用物质世界通看到的。通经验到的，互人会当认捌到迄个超越物质层面上帝掌权的国度，就亲像上帝的家，上帝无所不在，但是咱讲教会是上帝的家，因为这个所在是有形的存在，咱每礼拜亲身坐伫遮同心敬拜。做伙吟诗，做伙祈祷，这就是摸会到的、看会到的。咱讲圣道相通，咱拢一般就直接想到过往已经去天顶，会才会咱的信仰前辈。但实际上，圣道相通也包括咱即马摸会到、看会到，咱会
教会兄弟姊妹也是性道相通，这就是用物质世界通看到的、通摸到的、通经验到的，互咱会当认捌到超越物质层面上帝掌权的国度。这就是为什么出埃及记25章第10节到第16节，哇，安怎制造约柜，一步一步亲像迄个说明书，拢写真清楚。咱知影约柜是藏上帝交予以色列百姓10条诫的石邦。10条诫就是上帝对伊百姓，予以色列百姓，予上帝的百姓知影，甲上帝的关系是怎样？上帝的百姓中间人甲人的关系是怎样？这一切要求标准。所以约柜为什么对伫以色列百姓遐尼重要？这就是因活地的准则，因要安怎来生活？甲上帝的关系，人甲人的关系，会当讲这是因的宪法，因的宪法。不过，伫以色列的历史中间，咱知影，人若敢若靠家己，无办法达到10条诫中间所要求的，这递到约柜，反倒转成做人得罪上帝的证据。亲像咱也有时阵，咱秉着圣经，咱心中真刺切啊，讲遐多做袂到，咱煞变做好亲像是这是得罪上帝的证据。不过，其实旧约内底，出埃及记25章17节有记载上帝指示要怎样用上好的金来制造、来拍即个咱讲施恩锁，来嵌伫约柜顶面。施恩锁也是和合本讲施恩座，是啥物意思？是啥物意思？顶面迄这分两部分，顶面迄部分是啥物？施恩锁、施恩座，施恩座，也是咱台语讲施恩锁。下骹就是约柜，然后施恩锁也是施恩座，来将约柜砍掉的。顾名思义，人需要上帝的恩典，才会当甲上帝建立关系。爱知影咱活地是靠着上帝的恩典，用这做基础来建立人甲人的关系。所以咧，25章22节安尼讲，上帝要伫遐甲你相会，佮要对法柜的施恩锁顶两个基路兵中间，甲你讲我所要吩咐予你，传予以色列人的一切事。上帝的命令是伊对施恩锁，还是施恩座顶面来讲予咱听。咱甲上帝建立关系，是超越即个有形的条文。其实，若无领受上帝的恩典，这一切讲拢空空。上帝的恩典，这是一切咱甲上帝关系，咱兄弟姊妹中间关系的基础，就是上帝的恩典。咱若讲遐济，咱是否认上帝的恩典？安尼所讲的拢是空空。所以施恩锁也是和合本讲施恩座的意义，就是只有上帝予
咱，互你甲我无受定罪，只有靠着上帝。当然，世间的义务甲责任，咱拢爱负。但是上帝互咱未至到定罪，上帝也未甲咱定罪。但是当然，世间咱活地有足侪国家的法律，有足侪规定是世间组织的规定，咱有咱的义务爱尽。但是伫咱的灵魂，伫咱的心，上帝无互咱定罪，因为咱领受上帝的恩典。咱知影，咱活地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基督徒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透过相信领受基督耶稣做咱的救主，咱互上帝来引带咱得到称义。咱无过是迄个有罪之身，咱甲上帝的关系，咱彼此中间人甲人的关系，就是因为安尼，咱得到恢复。所以，搁一遍使徒保罗伫罗马书3章23节、24节，甲咱讲，人人拢犯着罪，亏欠着上帝的荣光。但是咱人因为上帝的恩典，借着伫基督耶稣的救赎，咱白白来称义。例如下这罗马书保罗所讲，借着伫基督耶稣内面的救赎，真内底的救赎。希腊文 hidasterio， 其实原文的意思，也会当解释是约柜顶面的即个施恩宝座、施恩所，这是伫希腊文内底是同一字。救赎，上时也是约柜顶面的即个施恩所，耶稣是上帝道成肉体临到即世间，伊用伊的宝血遮砍咱的罪，咱无过是有罪之身，就亲像施恩所砍伫约柜的顶面，互以色列百姓。虽然讲毋是100%完美，虽然讲有真侪人性的欠缺，有真侪软弱，但是有即个施恩圣所砍伫约柜顶面，互因无过是互律法所定罪。世间有义务，做毋对就爱负责任。但是伫上帝的面前，伊一遍搁一遍接纳咱，爱咱好好啊改变，爱咱悔改来有改变的行动，就亲像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砍咱的罪。所以咱伫上帝的面前，咱是上帝所疼的囝儿查某囝，咱。是有上帝同在，有上帝扶持，伊所疼的上帝囝儿查某囝。落去下说，咱对伫出埃及记25章，咱知影上帝命令咱爱活伫伊的恩典中间。转变咱家己，毋是干那顾家己，毋是干那随人顾性命，咱阁是真做一个慷慨，愿意付出的。咱慷慨的生活的方式，就亲像伊对待咱共款。上帝也
爱甲咱亲近，伊也爱用咱会当感受到、会当看到的，互咱体会到咱有上帝甲咱同在。所以，咱爱学习完全倚靠伊，因为上帝已经应允咱，伊绝对袂弃杀咱，绝对袂离开咱。咱也知影，咱有主耶稣基督，亲像施温所伫约柜顶面来热砍共款，咱也无过是受定罪的。咱伫上帝的面前，只要咱愿意谦卑来到上帝的面前，咱拢是上帝所疼的囝儿查某囝。所以咱爱信靠上帝，跟对伊，咱活出上帝天父上帝所欢喜的囝儿查某囝的款式。咱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大权能的主上帝，阮真正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今仔日阮所读出埃及记25章第1节到第22节，你提醒阮，就是你爱看的，是看阮的心意；伊爱看的是阮领受到你的恩典了后，阮是怎样心甘乐意来回应你。主啊，所以阮既然领受到你的恩典，你也时刻甲阮同在，你阁进一步爱阮，伫阮所徛起的教会的中间，时刻体验到你同在的显现。所以恳求上帝你，互阮会当活出有上帝你同在的模样，帮助阮，互阮会当成做一个活出恩典见证的基督徒。也恳求上帝你时刻提醒阮，就是阮有你圣囝耶稣所留宝血的热坎。虽然讲阮有侪的欠缺甲缺点，阮是无完全的，但是主啊，阮知影你对阮的疼永远袂改变，所以阮愿意决志来跟对你，阮也愿意有决心要日日来求进步、求改变。主啊，阮感谢你，感谢你的话，也恳求上帝你时时刻刻显现你甲阮同在。阮安尼祈祷是我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感谢牧师的正道，这条咱要来念回应的诗，圣诗第142首，圣诗142首，记那一光所照的位，耶稣伫遐管理万类，话有生圆，有时无去，抑佫圣国各位见地，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伊那日光所照的位，耶稣伫遐管理万类，对我是有些无的了故，相国大为根基，让大家是上帝叫阿罗下的最温柔，用尽
万国的民一切归罪，超过了救主恩惠，甘露了犹大献出下，感谢不要一国尊名。主啊，那里啊，他的所能，那神的调研我安全，对那我们的保佑，我可充满的幸福，对那人做。请坐，接咱要来奉献。咱请民兵执事甲秋明执事来书献。接咱来报告，咱来看周报。报告事项：第一，咱礼拜后要举行庆生会甲爱餐，餐点由教会准备，鼓励请甲咱的厝内人甲新的朋友来出席。咱本会上请有林贤忠、林信德、蔡玉洁、苏文燕、黄明义、陈宇信。爱餐后，咱要举行的大饼扫。咱跳除咧圣诞的布置。第二点，下礼拜主日2月7日，咱要举行圣礼典，请兄弟姊妹有热心来领受。第三，咱本会敬听的元宵的祭伫正月22日，顶礼拜四暗时蒙主恩调，在世享年87。请兄弟为受惠者预祝关心大祷。第四点，小会公告本会伫2022年的年会好会要定伫2月7、8，主日礼拜后召开，请本会陪参者来出席，请兄弟来核对接在人在的名单。当日无法出席的，请甲牧师甲民意长老，咱的书记来请假。咱在这个会，咱家己来看，有问题后声，咱来来订正。第五，小会考量咱2月份咱的
学校休困甲农历春节假期，咱拜五早经要暂停1个月，伫3月7日礼拜五阁准时来聚会。伫咱需要牧师探访，毋茫安排家庭礼拜的兄弟，请甲牧师甲中职讲来安排。第7，咱后礼拜的圣餐日的礼拜，咱的经文甲诗歌咱家己来看。咱来看聚会倒边的聚会活动，咱礼拜主日是上午10点，圣乐队是上午8点45。咱早经是拜五暗的新安宫7点半。咱拜六有茶会，每一个礼拜有一遍，每月一遍。咱来看圣工的事奉，咱招待是邦师兄春英节，咱的茶会是秋妹执事，清扫是依然节。咱后礼拜讲道是牧师苏维恩长老，苏琴是慧玲老师，领唱是杨长老、苏宪、吴永兄、民兵。招待是苏琴姐、平荣兄，茶会是杨长老茶会茶会那后礼拜是杨长老，咱清扫是小宝姐。咱顶这奉献甲人数，咱家己来看，有问题请甲过家来订正。咱来看本周的金句，出来记25章第8节，因着甲我起性的所在，互我通点伫因中间，是来请。因着甲我起性的所在，互我通点伫因中间。因着甲我起性的所在，互我点伫因中间。又当为我造圣所，互我在他们中间。出埃及记25章8节，请咱互相来请安。咱一碟来吟圣诗390首，吟诗请咱牧师甲咱祝祷。圣诗390首，阿罗天父万福本源，宽容极大，仁爱昭彰。阿罗耶稣恕我罪犯，做我中保，将你目光，请咱起立来吟。阿罗天父万福本源。宽容极大，仁爱昭彰。阿罗耶稣赦我罪犯，做我中保，将你安宽。阿罗诚心感化罪人，上所念念，恩惠之心。阿罗圣杯圣德圣贤，稍为一对之圣之上帝爱咱知影，伊伫咱的中间。因为咱无时不刻有上帝的同在，无论咱经历着啥物，咱面对着啥物，拢有上帝在陪伴咱，拢有上帝的圣神在扶持咱，伊也使咱有气力，所以咱着勇敢来面对一切，咱也要有信心，咱确信上帝拢知，上帝拢会了你，咱也要充满盼望。因为咱知影上帝听咱，亲像是大人听家己的囝儿查某囝同款，伊听咱，关心咱，伊也爱咱，日日得到成长，日日会当活出伊囝儿查某囝的款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咱伫地对即时到永世大无尽。阿门。